坐在他家角落，然后看着他老婆，就是在他面前，比如说只是从客厅走去厨房，然后从厨房再走来客厅，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我的口碑应该算还不错，怎么讲什么？对，不好意思，口碑应该算求婚。我觉得我没有，我还没有，因为平常讲就是我在做这店5年里面啊，很多我的朋友都结婚了，你说像杰伦啊，然后还有什么？我那天那个谁关颖还帮我转 po 我的预告，然后他下面写的字就是说，他筹备5年呢，这5年不就是我结婚然后生小孩这整个5年吗？他就弄一部电影哎，我想我后来看了以后，我知道他在鼓励我，但是我心里面有一点你已经结婚有那么多小孩了，很圆满，然后我只弄了一部电影，对啊。小刀也结婚啦，也都是这几年的事情啊。对啊，那你都没有想到说你自己也要安定下来之类的。你之后一定会想要啊，只是说没有，现在我就觉得说应该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合适的对象啊。对啊，所以但是还在找，因为我真的做梦也没想到弄一部电影要做这么多事情，真的太多了。那你既然做了，就要把它做好。不然很多事情，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本身有艺人的身份，我觉得我假如没有好好做的话，这个人家一定马上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对我很不好，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弄。不会啊，我看去帮你拍的一大堆人，对你的口碑都超级好啊。哎呦，还不错哦，还可以哦，谢谢，大家不嫌弃啊。信用哥最早应该就是综艺节目了吧？然后后来因为台哥跟他很好，对，台哥也跟他很好。然后呢，我们有几次的表演，然后或者是台哥有出去的时候，新荣哥也都会就一起嘛。所以那个时候，那因为我们在做焖锅的时候，其实是我跟着台哥，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又多认识新荣哥一点。后来我才发现，因为新荣哥私底下就是也是非常好笑的人，然后常常会跟台哥在那边一搭一唱，就两个人明明就是我的前辈，但是感觉起来好像国中生。就是讲一些就是搞笑，对不对？他们会不停的无止境的一直在搞笑，然后我在旁边看，我就觉得信用哥也太没有那种长辈的价值了嘛。然后就开始比较敢放肆的跟信用哥乱开玩笑啊什么。后来我发现信用哥完全就他也不会生气啊，也不会怎样，然后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然后又极度幽默的人。认识多久了？大概？十几年有10几年，绝对超过10年了。先前都会跟他们一起去吃饭啊，然后跟台哥啊，也会跟。就说结婚之后嘛，还是结婚？那个就是结婚之后。那因为先前可能他们比较低调吧，然后但是后来大家一起出去吃饭，还有跟小燕姐啊什么的，都能够强烈感受到他们之间的那种对对方的爱，然后跟开心跟欢笑，因为再加上那个信用哥有时候在表达他对于刘老师的这个情感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满分100分这样。比如说他有时候在家里面，他完全不用做任何事情。他说，世界上最开心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坐在他家角落，然后看着他老婆，就是在他面前。比如说，只是从客厅走去厨房，从厨房再走来客厅，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其实啊，光在就是他们公开两个人一起出来那种感觉，就可以让我们这种外人感觉到西红有多爱刘真那种感觉。他私底下一定更是。他超爱，是吗？超爱是的，我们所有的聚会什么的都是。信用哥会跟帮刘老师夹菜啊，无时无刻就在照顾刘老师啊。那但是刘老师也是很可爱，他
他也是，他们两个之间就是感觉起来不是谁在俯视谁，而是完全就是对对方一个爱的展现，就是不是说啊我一定要听你的话还是怎样，他们不是那样子的，他们就是很愿意为对方付出，他就是生命当中最爱的家人，他是对家庭的爱是远超出一切，因为有啦是有听过那个刘老师讲过说，你怎么好像蛮喜欢待在家的这样，然后新龙哥就说，因为家里面有你啊，